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法太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又到了你老后上人打最久嘅时节了。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冇？廿個日生人會經歷過無窮樣嘅極度無窮嘅投入咧？你當然啲個人個體還有兩年畢業歸來嘅時節咧，台灣動態嘅離職潮。不過提出嚟嘅辭職係當重要咩當困難嘅事情咯？你敢做得？啲辭職過後，還做得到頭牌嘅公司主管，同時好好傾下咧。咁樣你有想到六個後生人老大家傾下來分享，記得用辦法好好提出自己辭職了，眾團歡迎。你首先有請到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有讀過調價動肌肉嘅阿子怡。佢可能肌肉係唔知咁唔知，聽聽。其實佢人唔下強呢。好，是麼？好，是麼？阿子怡跟你做得先出去咧，你哋先冇事啊你哈。好，聽你晒啦，小概到阿英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做西動英子，唔過話出冇幾多錢嘅阿英子。佢做得前奏那去咧。調價嘅富態地步。我按嚴防，等下來大家分享下自己嚴防嘅故事哈。第三招啦，小概到回去。大家好，我係吃透路嘅時節是為動有決心嘅回去呢。哇，這太難了，超難啊！真嘅，根本大家來好好講回去來學習，我們吃透路嘅時節動有決心。第四招啦，小概到阿妍妹。大家好，我係今天我來同我先前嘅公司比實力嘅阿妍妹。你根本係按呢個太催人，冇錯就係我。等下上來好好來審判你，做在頭擺做嘅那條隨時錯誤嘅事情，嗬。聽晒啦，小概到阿嘉寧。大家好，我應該係現場做過最多無強用嘅條路嘅家人。做到按多工，冇一分係真工。係啦，都做輕水啊，係所以捱冇錯啦。最尾阿小鳳，係大家好，冇錯，我只係做過動到以為冇嘅，講得講唔得嘅阿小鳳。你咩上到動中有嘅冇嘅？你乜上到有嘅冇？有咩動有嘅冇嘅？不過真嘅啦，一開始就講到，你當年公演高鐵，要有6年畢業歸高鐵，撇出下時節，就是青島人上來彎頭路嘛。因為網絡方面有調查，當年公演高鐵就有青島差唔多19有7股。差唔多有按多人上來彎頭路，韓國其中有24.3%，差唔多將近4股嘢嘅人喺彎頭路之前，先冇請到新嘅頭路，先提出辭職，先辭頭路咁講。咁要按多人上來辭頭路，大家有按多辭頭路嘅經驗係阿子怡。係我鐵分頭路呢，就係做幼稚園先生。咁你就4年帶4年嘅。冇，故說你就係好朋友啊！因公司做乜間會辭頭路，係因為我真嘅就係抵抗力強唔好，強差咧。不過呢，跟小朋友要接上會環島嘛，做爸爸媽媽嘅都抵啊。故說公司我去出生年嘅時間，那係新年環島，冇幾年我就環島。不過新年好了後呢，我就新年要環島，故說我就用反反复复。因為幫人車到啊，唔係，幫香嘅車幫人按要車幫披薩。冇，新年真嘅動力可以記到嘅片托非常嘅電影。故說我就想愛用做唔得，故說我就將頭路辭退，因為我冇想身體會咩快提起。跟我天呢份頭路就係做嘅牙齒美拍嘅員工，公司做乜嘅會辭頭路呢？係因為真嘅就係大家下頭前講到嘅動肌肉嘅主管，公司嘅主管真嘅就係。非常多嘅要求，嚇唔合理嘅要求，比如講我嗌按章嘅時候冇去切油錢啲喎，我嗌去切油錢，韓國油錢都冇合理嘅要求，比如講嘅碰釘嘅嚇嗌對流彈綁下來，嗌切價1-3年哦。去辦碰釘。冇唔錯，再過還有青島嘅非常nhỏ小小嘅地方，老處女座嘅阿中部有都會上。嗌小妹嚇，處女座係亞動嘅。冇，而係同學嘅處女座係嚇其他唔好，比如講佢有辦要求，佢會檢查你嘅變數嘅部分嘛，佢就會去看當場嘅天絲卡，還有天樣地擺度，我唔係自己講，我把係真經嘅，佢就會按用一根手指頭按用存出來，按用名嗰樣。天絲地圖張法有你按呢？沒有。對，非常好吧。再過來呢，佢唔單止按用名葉片，最高嘅處嘅嗌都冇辦法出到嘅地方，佢係按用。名，哎呀名，佢當然係冇辦法出到啊！一生完出唔到嘅地方叫佢檢查。就會當好做啊，佢就會對
调丝对按呢，按吃到。伊对大三年都会按用型，再过来佢还有非常多嘅要求，比如讲，你就係做嘅牙齒美容嘅顧問嘛，嗰所謂老人客講法，雖然我嘅業績係同好嘅，唔過佢就講我講法聽太少。還有一點，就係講呢，佢會加上大家嘅男朋友到辦公室底杯度，不要你喺辦公室底杯都係做乜嘅？等一下，我請問一下，佢男朋友係牙公司嘅人嗎？唔係，佢佢係來係我會。偷偷約飛。冇錯，韓國佢大伯就來到夾辦公室，你啲我背做，底杯都辦公室，你就會聽到非常煩嘅。唔可以當奇怪嚇。當奇怪，古上來就感覺哦，按強嘅主管，唔係一隻強，唔係一隻站嘅強，係強嘅主管，我真係冇辦法接受。你要知道佢衝人漏電度，係。真人動機咯，一種人吼，佢做主管下半做神羅人，真係唔對用把人做些，慢慢的就會走提寫提去。佢阿認真一開始就講到作為按度些，佢錢就冇落去個富胎，最後都陌生人嘅富胎度去個嚟講。調價嘅富態度啦，係知道應該係按嘅。唔過吼，咩係因為硬昂巴，因為嗰種時就較後生啊，有上到電影下有。你後尾懂昂巴，唔係幾樣是昂巴，誒唔係咩清楚，唔係頭擺昂巴，你下尾冇昂巴。後來電影上嘅部分呢？一下。沒有啦，沒有啦。後來我認真講啦，就一開始我熱氣嘅時間，還有做過一份頭路，我自己有興趣，做起來咩動有成手感啊，又做到動好。我差唔多做了1整年過後，我就冇領到錢，我就想講，我發生乜嘅事情？我到底愛悶還係冇愛悶咧？就啲我按呢好想來想去。不得不講1整年又過去咧，2整年，係真係2整年。真人懂昂巴。我喺想，做唔得，要2整年過去，我應該要問一下。好，我就鼓起勇氣就問調價講，調價，排聲呢，打擾你咯，我請問一下，我一下去哦，嘅薪水係2萬算啦。我結果佢就講啊，係好冇同講過呢，我就講係啦，佢就下嚟一隻蘇斯本來。來嚇一下阿妹我呀，要蘇斯你冇按大呢？給老阿自己比咧。行開愛，行開大。我係見拉大呢，冇錯，比人嘅成果行開大。哎呀，我就看唔下去呢。個古總係動認真啲嚟做哦，結果我拿到嘅錢動少呢。啊，喺韓國係乜嘅事情就會做吼。行漆油漆啊。哦，咩愛我同講，行政嘅事情咩會做，面對人嘅事情係咩會做，同佢聽故事人係咩會做，同佢表數學係咩會做。唔過我就動我就想講，哇，我動強係聽數佢動到事情，結果都冇領到乜嘅錢，我就想講，係唔係應該離開？唔過我又唔敢出。同佢講，我就講調價排聲呢冇，屋企有事情係冇辦法做啦。啊，佢冇按呢，好前面唔是完全本來一盤呢就好。哇，你太好呢！因為我講理出就動感嘅啊，假使叫我本來請我就講佢唔肯本來離開，嗰時我就講，好啦，跟住就本來一絲絲嘅錢。跟住就離開了，好，拜拜。你覺得頭擺按你講嗰種，就係本人買台還推人賺錢嘅嗰種。有呢，韓國講啲幾片做動讚呢。唔過誒，老太家正要講下，你人年嘅時候調查講，你哋講太家想喺辭職嘅年紀嘛？第一就係從阿自家有講到，就係主管嘅態度，還有管理方面嘅問題，就係講差唔多有10股市嘅員工就想就係因為兩個年紀來辭退，喺其他人嘅4倍按到。第二個就係從阿認真嗰種，唔知件喺自家業績啊，又係講自家薪水啊，冇理想。第三種係就係講，你對自家正業做到會散嘅，會內改，你知道？做到聽到投入嘅價呢，你係咪自家投入做到唔對樣樣辦而做？冇錯，其實呢，我想喺辭條路就2隻重點。第一站呢就係我嘅成果很多咧，係成果冇佢係真見很多，竟然係乜嘅成果還會很多，極度很多咧啊！那個文學大師先不要這麼文學，其實真冇咁快就出嚟啊！好，唔可以就出嚟。佢第二隻重點就係呢，小人水煮怪嘅。小人水煮怪乜嘅意思？就係講咯，因為咧怪啲嘅小人水啲到潮水係咪凍爽快？係啊。就係講係啲啊講。
做条路的环境要做个动爽快安尼。不过迄个我要它煮呀水，变做小水，个怪的就会变做说个说个怪的。做得说嘞，古宋嘿，些莫的怪。你错人错忙错，不过呢，底下小人水树水真见动舒爽，我树的3年，还唔想会出来。嘿，因为钱又多啊，舒适圈。嘿啊，顶下不开又动群啊，动力片安尼。唔过呢，我前度那一份条路，虽然讲动去，当然爱加班。唔过前动我又想讲好啦，佮一下呢就来跳出一潮水嘅味素就好咧，就想讲来变一下呢。啊，毋过以前伊份条路系嘛嘅做啲小基本案无？事情有说，你不卡有球啊，如果你家不卡拳，你家不卡经验啊，所以也冇卡好咧。你就所以家不卡，就做得安尼。不过真有人想要离开这个舒适圈，唔系真正动改的事情，给阿棒妹。廿嘅時間來咧，根本然之後都太催人，想嚟費事你哈。冇唔錯，就係我就係太催人。其實我大學畢業後，第一份條路就係人哋客家電視台啲路做嘢啦哦。因為客家電視台吼，我人生第一份真實嘅條路，應該係簽名一份真實嘅條路。因為咩冇人咁用你咧？係冇人咁用我吼。因為我嘅用時喺香港做我家鄉廟裡照顧我屋企，不過我辭條路還有一經驗印很內疚，我印頭去想吼。其實嘅用時辭條路嘅方式其實同此時，本來同時造成動態困擾。結果來講呢，就一個董茂啊，很爛的豬隊友，哦，就係我聲音，我跟大眾承認。嗰首嘅用時候。因為我看人身體出狀況嘅關係，我又沒有後援，然後體分條路咪按後上呢，故所處理嘅唔係很周全，又冇成熟安樣，故所係嘅用時就直接同我調價就辭條路，我唔係講提前講生命講啊調價我生命以後就冇咗，唔係我講係只有我即係冇來嘅，我哋呢個冇來，我下禮拜再個出現啲公司就係。差不多1兩張嘅歌就類似東西。唔係哈，就係違反邏輯法。係倆意思冇？喺多年前事情，多年前事情。嗰種假是講做得再個來過一擺，吼，我想講吼，一定要留一件事情，辭條路一件事情處理個較好一些，唔好按路虎就離開啊。講真嘅，你做後生人嘅時間接上，因為倆條路做嘅時間冇反應過後，就想去辭條路。唔過大家有辭條路嘅經驗冇？你辭條路之前，為了身邊人好好來討論冇？你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假使一個星座運勢同講原來一下啦，還係講假使你要請到一隻雙魚座嘅小阿妹，啊個相理吼，本佢500個元，按你咧，你辭條路會行下順利，嘅按用㗎啥咧？哦，那我覺得如果說老靚啥雙魚座跟小阿妹有關係嘅，一聽係唔準嘅。唔管你做朋友中用嘅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，加上團成問過大家有辭過條路冇？第二陣問大家就講，你當人都辭條路之前，有人會去算命，有人會去算自己運勢，有人去問自己屋企人，甚至有人會去問自己同事，還有自己出事嘅主管。嘅阿小鳳，假使你係員工，你敢唔會問人主管講，嘅我係唔係做得辭條路呢一件事情？老主管講呢個東西係唔係冇愛命嘅？因為我之前因為我離職一定要老主管參詳嘛，結果主管吼我知道講，我主管原來按關心我，佢問問講，你很樣誒冇歡喜，吼也係那位魔術師，吼也唔曉得，係也係搞來唔好，也係冇人做得問。然後一主管當好，結果我發現到，其實當到主管強嘅係乜解？當初唔來呢啲公司家係佢來找人嘅來，佢來把住呢個關係。你講你啥人做得？結果也可離出嚟，基本上我講假一條價，主管一條價。啲生人唔適合當初用我本意都來做咯。係啊，啲生人係咪你帶來唔好？也係你冇本事了解，係主管我講嘅呢。結果佢了解以後，我見到佢離出，係你要自己打算，佢其實吼太部分啦，我就唔就清楚你啦。
你要正言去做啊，反正唔好喺條架面前講嗌嘅唔好就好。哎，真嘅啦，不過因為像那個求職網啊，網絡上面有調查講，你假使主管想要留嘅承諾太弱，差唔多5個月嘅有機會留承諾留下，就表示講有哪個市場嘅，係有決心。大部分就留唔下來。大部分就留唔下，唔過嘅阿家呢？你知道你會留批上人來討論嗎？假使我辭條路。其實呢，我同事哦，有一條扣唔到嘅線。咁我冇辦法過去啊，佢咩冇想去過來啦。故所以我想去辭條路，絕對唔會留佢阿條討論。我問我爺我呀，我好朋友，最重要我大擺辭條路都會去算嘅塔羅牌。你就係講我算命嘅。冇錯，佢大擺嘅牌變過嚟，佢算命經常就會講，其實我情感度早就想好咧，所以我一陣鼓勵我。其實有講老無講佢用，唔去入嘅法係做得咧，列車。留定。因為唔講咧，喺個算命前講嘅老藝上嘅無強用，我就會吃到佢唔準。前男我一隻。你就係嗰種人，就係其實就有結天嘅嘢，你就係老人講，性關度上嘅嗰種答案，係冇？佢像阿小鳳講，假使綁到最尾係留定，你說啊。你發快啲冇，即加一百號，都加一百個，你唔錯，佢阿自然咁強樣，你阿中意。其實像我家下講嗰個體分投入就係幼稚園先生，我就冇留馬上人討論，因為我公司做幼稚園先生就搶走嘅3年。我就想我離開咧，不過我有問過我嘅姐姐，我姐姐就講哦，因為嗰樣事我真係動後生，我姐姐就講啊，你還按後生，嗰時候再個前頭就做得啦，做得離開啦，跟我天二分頭就係牙齒嘅大頭就係我嘅主管會送嘅肌肉嘅啥，嘅嗰樣事我就留我嘅同期嘅員工，就係同事之間，你就討論了一久，結果呢樣事就真係會送嘅都唔掉嘅，嗰時候你就數天數啊辭條路，會送嘅話你就離開咧，不過當時真係愛辭條路以前心情會非常嘅緊張，非常嘅冇安全感嘛。就像我做嘅幾天到底係正確嘅還係嚇唔好嘅，嗰時嗰陣時我就會特別去注意講哦，一禮拜我準備辭條路嘅，我就看嘅星座運勢。佢就講哦，雙魚座一禮拜佢就寫哦，你呀下嘅環境呢冇暗示怕你做得興旺不去發展哦，那你未來會更加嘅發展會更加嘅好。可以用。冇錯，非常嘅可以用，我就講過。我做嘅決定一定係正確嘅。啊，假使一個星座運勢同講，講原來一下啦，還係講假使你有請到一隻雙魚座嘅小阿妹，啊個相理吼，本佢500個元，安尼咧，唔辭條路會行下順利，嘅按用個啥咧？哦，那我覺得如果說老叻啥雙魚座嘅小阿妹有關係嘅，一定係唔準嘅。唔管你交朋友強用嘅。你知老係強樣，佢喺講係。老唔講上性關注上到誒，係強樣，你就知道佢當準。誒老唔性關注上嘅點多，你就知道你欣賞聽錯冇準。欣賞唔準，我就會去看佢嘅欣賞。哦，準。中途誒。好啦，唔過前幾日嚟問一下會嘅，家要講到這個當要決心嘛。你係辭條前先為老母抗議，係講老馬上要來討論嗎？係講我準備愛辭條路嘅時間，我是為。自家家庭好漢點病新冠度，我唔會讓銀行員講，我唔會去算塔羅牌，我唔會老母抗議討論。係，我會先點病新冠度，係我是為了辭職嘅所有準備，全部都準備好咧，我是為提辭職。準備好，我眼皮你天公意思就航天橋看到附近。佢冇去算星座，冇去算塔羅牌，佢卜卦。佢其實佢係結交啦。係啦，反正我全部準備好咧，我知道做得辭職咧，係應該就唔會講。嗰陣之前完全冇有任何嘅消息。唔會，我絕對唔會有任何蛛絲馬跡，不應看到我要離職。絕對唔會發現啊！等到愛講就做一筆必死啊！唔過咁樣應該主管看到嘅是隻地道嘅是隻，唔係會錯驚要黑到。所以我辭職我都會用辭職信。哦。所以我唔會當面老佢講，因為我當面老佢講，對，讓你回流。係，我會不好意思拒絕。唔過你基本嘅嚇，最重要係愛審判一個富士人，唔似家來自修，後半樣半先辭條路，愛談到愛真嘅會打到嘛。我好同會去冇強用，我係大天發粉素誒。即係中原
懂欧巴。做唔得。你听大天发落刺头路，大天发刺头路真然係四吹，挨就係吹人。唔講挨嘅用什麼冇講法了啊？跟挨主角咩冇一味男挨，估數挨鴉片哦，我貼片感謝客家電視台，呢一個時間限係本挨機飛，限咗你本挨賺錢，限咗你發我通告，我可以下來嘅。係先，冇，先冇，但小女嘅啲天奶本然錯幫嘅，嘅表係本然錯幫嘅。不過真嘅啦，大家想一下，有談過哪條當歐巴嘅詞這個理由咧？嚇，你叫下嚟看一看 VCR。條家，我上隻禮拜先想加班費，我點樣看呢？同樣本要退轉來呢？來叫。上隻拜五我加班1點鐘叫呢。拜五。係啊。你幾好時已經下班咧，還看得咧？你啲茶水機你叫佢名5分鐘，你使比炒5分鐘，我搶叫。我哪有得呢？冇你看。你這邊條歐巴，你當成愛講嘅。候鳥，你是在靠綠豆咖啡嗎？看死掉，看死掉。該用心愛那差夫的聽差停停，叫人係上班時間啊，做乜做唔得現場加班費呢？我講講啦，係講我冇現場做加班費吼，我吃條路不應靠。有幾條路？蓋好，你吃。你話到我唔敢啊，我吃不靠，你吃啊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喂。嘿，我係因為啦。我同講哦，阿婆啊，佢嘅腳因為一入廠，我會拖佢去美國碰手術啦，係先呢，我會離出呢。啊？你要離出？阿婆嘅腳應用係冇啦。一條假獨身。佢嘅腳哦，怪到咧，佢嘅腳我尿，公司嘢喎。我聽你啦，佢條架排聲吼，先啊你，我叫佢了吼，我們永遠再見，來離次了吼，拜拜拜拜。師傅，注意這邊啦，你鬆開，你鬆開。係骨架呢係冇？nhà公司誒。船派嘅。條架，我冇出船派嘅。一隻細毛嘅。條架。兩種牌表示我聽錯理解了，兩下 ，this moment，我是我的帥氣姑嫂，你兩下離車，你就主要依法規。嘿，因為啊，法規改編嘅學校已經聯絡我咧，講我啊已經考到咧。兩下離車你就馬上去法規註冊。哦，該好，該你當有送進行，我支持你。來，以後都得拿資料，先去判離車。好，什麼條架？至於這件非常的安強，佢以後竟然喺這件事做出名堂，佢就做對人來穿，很較懂得切。喂，陽光，你這龍身高差。紅椒。好，你家看到嘅樣片地圖吼，真見吼有人愛持條路，乜嘅理由就講嘅說，愛去足量，即家足量講阿婆腳團體乜嘅意思？冇，安尼較有臨場感啦。你係煮阿婆係冇？唔講你幾番講阿婆腳啲痛唔掂喎？係啊，阿婆都痛啊。係，負面確啲冇卡度吼，嘅腳痛痛啲嘛。負面確實唔掂哦，牙損啊，煮牙嘅腳會團體很有數哦。健康，古數話聽
现技腔下通，做好万全准备。你去用书咧。对啊。不过讲真经啊，人嘅想法度唔敢要用按欧巴嘅理由来。无啦，唔可能按牡丹就伫个啦吼，离开还唔是拿钱嗰種人哦，唔講我有談過嗰種同歐巴嘅理由啊。好傷人就係好傷人哦，我度過一位細阿妹啊吼，叫我離開嘅時節，佢等嘅當空佢就寫，我愛去對面嘅公司面試。哈？按直接，按直接。我唔錯，韓國嘅去面試哦，佢就講，做人愛食菜啊，做唔得講法療啊，故所佢就出價就寫。我唔喜歡一間公司同主管唔合，故所我去對面嘅公司面試，吼，也就係我離職嘅理由。機動老身誒，冇錯誒。動太淡，嘅佢喊牌，就算對面公司冇愛佢咩轉唔來咧。係冇錯。真緊吼，嘅係歐巴故事，係會唔會歐巴爸？冇錯。係那歐巴。冇錯，歐巴。因為我嘅同事咧喺舞台劇演員，佢平常時排練嘅時間都懂真慫啊，懂認真。唔過正式表演經驗，佢就唔見睇。大天發咩唔知啊？然後還鬧到佢發生乜嘅事？臨時出差貨咧，就唔見睇，我還去教副卡看，冇人。第一時間好唔見睇。小事睇，小事睇。發生乜事？唔知就潛動嘅。哦，後面咧表演過後假嘅，佢又出來咧。佢又講叫爸爸身體唔好，愛照顧安尼。故所表演緊張做唔得來。哦，天2擺沒起安尼。哦，佢天3擺唔見睇。一張嘢，就看唔到嘅。唔講咧，佢牙條架運動好，就想講哦，留意下隻角色本記一張嘢，喺講係一張嘢過後轉來，係喺本記做安尼。唔講一張嘢過後行喺冇轉來，就攞佢。人公司係咪潛動人咧？你也表演藝術真係動欠人動欠人嘅。後來真係有讀到佢有咩問題嘛？後面咧，我讀到佢係6年過後，6年出來，6年做，係去上嘅舞跳舞課讀到佢，我就問佢話：佢用使用係唔見聽咧？佢就講：我想講，我大擺都唔見聽按叫動排泄啊，佢就想講，從朝就冇來就好啦，唔好浪費大家嘅時間啊。佢冇先講。係啊，佢就冇事情按嚟講，本來就按嚟注意跳舞，就存到係3條線，佢哋演唔出嚟。你都歐巴呢？歐巴呢？動身情都比我還較歐巴呢。你嘅福利模式沒有平平面叫做唔得按嚟講啊。嘅你觀眾朋友想下，你嘅人生當中到底有談過那條動歐巴嘅辭職嘅理由啊？韓國啲名路行咧，還有青島辭條路之前愛看嘅心靈雞湯嘅文章，韓國影片咁有效咧。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分享來分享了。我感覺心靈雞湯係仲有幫助嘅，因為佢當中就會寫到。你係咪當然就看了種冇營養嘅東西？有對，有營養，有營養啊，雞湯誒，都有營養誒。你很適合做嗰種愛反清復明嘅。下定決心是吃條路。這種就是咧，背弄蛋吼，背弄蛋吼，吃屎，吃條路，愛吃條路，當你細心照鏡哦，愛天公愛吃條路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而家上一段看嚟影片，有每個大家生活當中談過那條青歐巴嘅離職辭條路嘅理由。不過咧下當多名路紅有當多嘅文章有影片講，每天告訴你啊，哦你要怎麼做一個辭條路前前啊，看了啲文章，對人嘅認識，對人辭條路呢條路咁正經有效咧，啊也冇。雖然講辭條路嘅一下時間停退，咁真係有效。我吃了呀心靈雞湯，一定有加效果，因為假使講就打定主意就會離出確聽咧。假使我面對嘅時間，又會知道啊，當想冇想要嘅改變嘅環境，不想要改變現狀。如果冇認真面對嘅時間，你就會冇勇氣講出來啊。比如說我知道心靈雞湯，就當你看失敗。就會借鏡吼，想喺辭條路嗰種強派感覺。哦，就看失敗，看失敗。唔過你可能100都冇看。就係表示我心裡已經甜。當朋友。我最主要就係要買兩本書聽聽啊，有看冇看冇睇。確實，就擺啲影片就好。不用唱給阿公婆排隊用嘛，攞啲經典。
嘿，哦我按照一看，哦，有讲老无讲教育。嘅阿志人知道你心灵鸡汤呢一种文章，你讲呢一种样片，咁真然对人嘅人生有帮助。我感觉心灵鸡汤係當有幫助嘅，因為佢當中就會寫到你係咪當然就看呢一種無營養嘅東西？有的有營養，有營養啊，雞湯誒，當有營養誒。我嗰不就我自家咁樣，我自家煮雞湯來食。跟你妹做的做本來食的啊。哦，什麼意思？要不然講都有補充的，因為心靈雞湯當中就會寫到非常的清楚講，你做得去思考講，那就會重點啊，還有輕度嘅問題嘛，跟住就會開始分享講，自家所嘅做事嘅時節，我嘅心態，真係正確嘅還係唔正確嘅，但係我看嚟心靈雞湯，哦，原來我嘅心態唔正確，我就做得去調整，再個繼續上網達標，但係我嘅心態係正確嘅，我就做得非常的直接講，哦，拜拜按遊戲，再講就因為我感覺你有啲時，詞條路嘅時係有啲會衝動嘅，我就講講會意氣用事，故說就當時我按用非常理性嘅建議，就當講自家心泡泡嘅做那條雞湯。冇錯。不過你看咧，嗰種心靈雞湯嚟當講喺呢一種，將講此條路，人嘅人生開始改變，當然會改變啦，拜託。呢一種就做唔得。冇，有啲會大標會寫講此條路咁正經愛，你就會去思考咧。即係多才，因為你係自家會想啊，阿燕子，你就會反對嘅。我當然反對啊！唔過你看，像有啲嘅書啊，佢就會寫，因為為自家嘅人生會行出自家嘅路咩。唔過有想過嘛，那作者可能是富二代啊，唔是賺錢佢就有錢後發啊。其實還是有講哦，最重要一個此條路就像老談戀愛嘅感覺咁樣。會分數。分數嘅感覺，假使你含有當多嘅想法，含有當多嘅感覺嘅法咧，吼，就代表。某一天會此條路啊！冇啦，你按用嘅做法就全部都分唔脫啦。假使你真是聽錯同佢分數，你就唔會上按到，你就會下定決心來做一件事情。唔講唔講，他動槍都談起來無下定決心。你講上係知道吼，看有時間去看一條心靈雞湯吼，還不宜去注意問香菇雞湯本自家食，顧整體較食菜啦。身體，你看注意問香菇雞湯，心肝都滿足。整體沒滿足，全部都愛。好，你不止這個，你全部都要。給阿 Sir 縫咧，我知道無效。我哋咧，因為好多我都冇看書嘅，一天冇效。你冇看書，你冇時間看呢。我知道吼，一看咧心理雞湯就留家下認真講嘅強樣，留分數強樣。係，一全部都乜嘅，我啲分數表示講我已經先上好些啦。我所以我看嗰條應該就係心理嘅想法吼，盲太啦。係其實個定力不夠，還需要有一件事情來肯定，去給他肯定，你將有要擔當去做呢件事情。我知道當然吼，佢看了啲文章，又看了樣片，佢需要係一個肯定。就是一個別人去肯定他，我做呢個決定係錯嘅。就假使你看，剛才就講到算命嘢嘛，因為講看運勢嘅嘢，看到老自家笨蛋想冇強人種，你還會反對他的，你要冇準，你要冇準，一定要看到說，你以為吃條路講又好，你看到你幾波嘅時間就哦。要動好，我要去明天去吃條路。我講正經嘅，睇下吃條白了咗條路過後，你自家要後悔麼？阿悔佢要後悔過麼？我從頭到尾我都唔會後悔吃條路啊，係因為我是當我都有想好啦。比如講我係前次要吃條路，我應該想法，我頭陣時要講我會點病先講地圖嘛，我會病當球，和病人嗰時這時我開始設想當到假設狀況，和嗰啲假設狀況，我是會全部都要完全嘅準備好咧，我是吃條路。哦，你很適合做這種愛反清復明的。下定決心是吃條路。你這種就是咧，背弄當吼，吃屎，吃條路，愛吃條路，當你寫信找強哦，我聽講你愛吃條路，我同邊咧都唔得講出來。我係當然同比起我自講嘅啦，因為人係錯講有時間去反省啊，去後悔啊，吼，還不如將時間來去面對未來啦，好把握吼，可以用辦嘅人設定下來嘅人生，用辦技術行下去，就像分數咁樣啊，就已經分數咧咩？
哎呦，做讲结有几好的呐，唔过咩唔兴嘅，对方早就结婚了。哎，真嘅，因为某可能够多赚去，再回去那个感觉没某穷用。不种2-3年就会行动派。那周身唔会咬牙呆齿、头棒棒那种人，就是不承认我们错误型的嘛。哎，我没有。哎，你系冇？你爱上靠靠那某穷用，你真紧系动又结心，你系不管前程直接先做，你某穷用，你就是那个你刚才就讲到24.3%，吃跳路几千，唔会先青豆跳路，先裸辞，就系你俩种人。啱唔係哦？阿爺妹，你知道你這個咁要 healthy？其實係嗰種是離職以後吼，就一心想對我照顧我家人。不過雖然對我同事啊，知道當排泄，我記得就同我出私文啦。不過等我家人情況較穩定以後，其實我咩有想我再過轉來客家天水做，不過我情形係冇辦法嘅。嗰種我就換一個角度來想哦。條路雖然同創業，不過我做得換來同我家人相處嘅時間，也對我就係最好嘅。係啊，你看你前度暗號嘅老公，係嘛？哎呀，老奶奶排泄啦！唔使安尼做，唔使安尼。我家老公某一天有請到我嘅朋友，咩知道呢？你老公跟很多人請啊。以前你假使有喊，你會發給阿爺妹嚟講，我與我的還債老公。跟阿簡呢，你知道有 healthy 歌冇？其實我大概換條路哦，一開始都會 healthy。啊？為什麼？因為呢，一開始去面試嘅時節啊，佢哋都會講，哎呀，呢個公司有幾好啊，錢棟多啊，分紅棟多有冇？唔講咧，呢個有。誒，攞嘅想法冇，完全冇，佢根本就冇按我。一開始我都會 healthy，就像我交男朋友，一開始哦，懂中醫有冇？叫阿哥後就說，哎呦，因為阿哥做愛做，哎呀，係唔會微數。唔講咧，熟識過後，了解過後咧，你就會知道，懂中醫後啊，就熟識下來，就唔會有唔好嘅想法。不過講真嘅，你做事時節，有時節係前頭路嘅時節。真嘅，我們一開始吼，我去看咧跳路嘅時節，一跳架咧講面試嘅吼，佢讓伊拼好勢，眼睇扎個餅，結果你奮鬥就一丟丟嘅天天。你估數，你去前跳路架哈，真正我切教要想清楚。你觀眾朋友們想行啲做了條跳路嘅時節，還有家你有講到，呢份跳路咁真正係適合你嘅咧。還講唔辭退呢份跳路過後，唔咁真正做得累積人人生嘅成發經驗咧。你睇看節目轉來繼續來下，向下來分享了。哎，知道啦，其實就像談戀愛嘅感覺，有談戀愛，愛談幾多擺啊？可是這樣子也沒冇唔錯嘅，愛談幾多擺。就是講我導師看那人這樣提到講，哎呦，哪一個係最適合自家嘅條路？唔過我知道吼，嘅後輩阿鳳伯吼，佢單槍結果100分吼。唱大宋係嘛？咩你吃到唔掂喎？唔係啦，即係講冇一找他睇到人啦。唱條東西跳唔到。嗰個其實咩懂好啦。我真係跳唔緊誒。其實佢青島辦，不過佢都冇講出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，加入問大家講，知道這個人生當中你辭職過後，這個人生敢要改變冇？韓國你還是問大家講，知道你辭職嚟講，本來冇強用按度，冇強用投入過後，對人嘅人生敢真正累積冇強用嘅經驗嚟啊，因此。哎，知道啦，其實就像談戀愛嘅感覺係有談戀愛，愛談幾多擺啊？可是這樣子也沒冇唔錯嘅，愛談幾多擺。就是講我導師看那人這樣提到講，哎呦，哪一個係最適合自家嘅條路？唔過我知道吼，嘅後輩阿鳳伯吼，佢單槍結果100分吼。唱大宋係嘛？咩你吃到唔掂喎？唔係啦，即係講冇一找他睇到人啦。唱條東西跳唔到。嗰個其實咩懂好啦。我真係跳唔緊誒。其實佢青島辦，不過佢都冇講出來。哎呦，原來係青島辦，我冇講天天。冇啦，我先緊咧，係我冇講青島辦。像我自己，因為我係一個雙魚座人，我較有感情。不過我跟講雙魚座。等下，你係講我處女座冇感情？他冇按頭。
你等下出去讲。好，无啦，我就是讲，因为大摆爱离出个时间，就会下动到个卡片，爱叫就动辛苦啊。故说我爱大摆咧，就会用接安的个方式。故说吃到讲，我爱唔喜欢啊，唔中意啊个条路啊。原来30年，我哋结束过后就 say goodbye 咧。我下一摆冇同乡下来合作就好咧。哦，就按你天天的做，天天的感受，天天的请到最适合自家嘅条路，即我哋爱做就动好啦。係啦，因為你睇提咗一種自由工作者嘅人，主要兩種偏離嘅方法。唔過講真件上喺即個嚟前面嘅較穩定嘅討論，可能就冇適合兩種方法，係冇？啊，小鳳，你知道那種見談戀愛，想談戀愛那種見前即個適合嘛嘅兩種方式。我說認真講嘅當好啊，但係最近出分數咁樣嘛，你看。係，你看咩？有得一人分數係當切錢嘅，係講分就分；有得一人分數，要行我人做下，係將安尼食安尼，也就將人牙帶是一種有達以上啲人位，就是咁樣做。我說我多看啊，因為唔安尼去吃人一條路吼，唔知我哋講唔切解要乜嘅材料，都得發揮低。乜嘅猥瑣？那就冇適合你，那就適合唔係冇。就是講，你接受硬咩同認同一句話，就講，你人吼，唔懂難去想講，唔到底好係乜嘅，唔過唔聽錯嗰啲，唔好食乜嘅，唔中意乜嘅，係冇錯。係冇。就像亞中股咁樣，佢就唔好佢做些嘅環境冇認真啦，錯冇？這啊就寫歷史。唔過真件啊，就你喺前條路家嚇，就做咗用呢一種方式，先去散體、去磁體嗰度，你真件冇中嘅，慢慢去拓到自家中嘅東西。不過沒有聽到嘅心理專家嚟建議大家講，用辦法尋到自家想做嘅東西。第一就係講，尋到嗰種會吃到，本人一看到就會灑到。就會殺到唔就講，要懂想呢，一見鍾情，會寫到嘅，就像一見鍾情那種。第二，會本人之後動聽到唔會睡唔落覺，就像你細漢時節，我去嘅研究嘅時節，我去戶外教學，剛要去戶外教學，你嘅安排就會睡唔落覺，唔做了都要條路，本人知道，會聽到睡唔落覺。會下迷藥。下迷藥，這太誇張。第三呢，即係講唔做呢件事情嘅時間，唔會知道人嘅眼神，然後幾隻眼吼，對，會發光。因為平常看到眼神，會知道懂長眼、懂大眼，很耀眼嘅感覺，懂有精神，懂有神氣。第四，即係講唔真經想要改變自家，唔聽出愛進修，我要本自家加上一層樓。你就聽說有人演就你要離開你也離不開，因為你冇馬嘅材料。就講家師傅講，你就冇馬嘅材料，你咩離唔開你嘅環境係冇？啲阿飛機家是正經愛持條路嘅人，你有馬嘅建議愛搬幾多冇？我遲到係自家新冠都一定要做好所有嘅準備。和最重要嘅是要測試，相信自己。測試，差就這下講哦，精忠報國，唔錯。測試啊，所以我要辭職，要相信自己，要有勇氣，嘿，所以講要很坦然地自家愛嘛改啦，和係所有嘅事情你都愛準備好，心理建設要做好，從愛在人準備好咧是係辭職。分數，不過要懂勇敢哦。不過你嘅前提就係講你要做好準備，你唔驚，你辭退過後，你好係用辦法落實，你要安排好些。嘅自己要乜嘅建議，本來就準備，也講頭腦都要冒出一點點像愛愛辭職嘅呢一種人。我講我一下，你有都會想愛辭職嘅人，一定會想清楚講。咁係真嘅愛，真嘅唔是他係喺冇做一下愛做些嘅職場，一下嘅地方。他講愛講我真嘅係天無絕人之路，就講一句非常經典嘅話。當上帝為你關一扇門，一定會為你開一扇窗。結果開的只是一個透氣的小窗，我也鑽得過去。透氣窗。嗰種嘅，因為就一天會請到更加好嘅條路嘛，唔是行。唔講愛講個一天會，做唔得一開始就不用出年愛此條路嘅小事，像回去我家下頭前要講到嘅，做唔得出家本太家事。老家比咩裝獲到咩？冇唔錯，我條條去潛條路，再講你去潛到是他自家條路嘅時，這樣慢慢嘅，咩做唔得長期那麼絕情，哎用切情咧，我不用出地位小事講，我準備離開咯，我準備離開咯。
再个前面才当好嘅时机，才讲哦，我要离开咧。当好嘅时机，不过乜嘅时机就係跌当，乜嘅时节就係跌当嘅时节。因为呢，你做这个时加上会读到一种高峰期嘛，就会青岛的人非常的无限嘅时节。那喺你啲高峰期嘅时节离开法，就会唔跌动嘅时节。不过呢，你要将牙嘅事做好势啦，你这样老头讲我我真嘅爱离开咧。记得将有时间去青岛做啲接触嘅人啊，佢主管就唔会讲讲你係一個非常無責任感嘅人，就像佢強調，係講。離開嘅時節，唔但係我嘅印象會當好之外呢，嘅氣氛會較好。真緊啊！不過假如講到即係重點，即係講假使人家嘅公司明明到秋天嘅時節係最無限嘅時節，你就硬硬拖到9月時節，你就老頭家講哦，拍攝我吃條路，你這個是什麼意思？真的跳添麻煩係冇？你是故意找麻煩？係咪？不過假如講到你因為接上講年輕了熱線，你係好想見這個，你假使去辭條路之前，真係本對方咪本自己一個面子嘅問題，這個不掌握好呢個辭條路呢種氣氛，這樣唔會講，我們日後總是會相遇的嘛，係咪？你冇聽說唔出國家。你從也順行咧，幫助，幫助佢咪真係要想度嘅多啊！假使你真係辭條家行嘅氣氛都唔好，跟下擺假使真係萬一度多嘅，根本就當尷尬嘅阿家呢，要乜嘅建議？其實咧，我嘅人生唔中意有太多嘅風險。古時呢，我一聽說我無縫接軌，我一聽愛前度，然後就條路嘅。所以你談戀愛咪係無縫接軌？感情好嘛？主要你一段感情差唔多強要團隊家下。我先前先前度，所以唔得，你開始後啊，佢上年捱做的，先讓你先接觸佢，就撈兩邊團隊。係冇啦，當轉情嘅人啊，唔係。一當轉情，一般來講就會加死球較大。先講到上天啊，冇做出嚟。唔講咧，假如你唔好嘅味素，因為你做唔嚟變強壯啊，一直去接定嚟做條路。故此咧，我建議做嚟準備3到6個月嘅生活啦，還有旅行嘅錢。一3年生活嘅所費。一3年出去行啊，有目標嘅想法，可能就想嚟做你自己到底想嚟做乜嘅。又讓，因為有啲人為此條路賺錢吼，有啲人可以做到當甜，像家你有講到，你係做當到條路嘅時間，為咗難過一個，或者係講人生當翻炒啊，有啲人到了時間會去國外，像阿子應該就有談講，佢有頭擺做條路嘅，就真嘅此條路係去國外旅行。就真嘅愛當皮膚嘅種人，叫是種來就冇錢咧。你就還忙錢到新嘅條路，還花錢多錢去國外旅行，你睇咪知道你種人真嘅有騙。唔講愛真嘅啦，假使你真嘅有一些咧多嘅錢吼，你就真嘅做嚟方式去做，愛知道冇要緊。嘅觀眾們沒想下，其實你此條路呢件事情唔係做唔得講嘅事情，即係講你唔記得後背。向定對定啊嘅目標，慢慢地行講前，真係比了下，呢做咧行啊好嘅地方，記得你下禮拜強嘅時節，繼續嚟收看後生睇成功，要花睇假歌，上嚟了咯，拜拜，上嚟了，睇死，拜拜。哇，原來坐這邊。可以直接拍到了耶！你說這邊嗎？要一直拍到。拜拜，去去去，再見再見。